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 Chat 真啲。今日咧，我又見到兩條新聞啦。日本新聞報道話，中國 DeepSeek 嘅 R1 模型有犯罪風險，仲要拉埋咗美國網絡安全公司嚟做證喎。話咩佢會生成一啲勒索病毒代碼，同埋咧仲會教人點樣做燃燒彈。佢哋認為咧 DeepSeek 冇足夠嘅功能嚟防止誤用㗎。仲有 CNBC 就報道啊 ，DeepSeek 嘅隱私政策咧，意味住可以控制收集嘅內容，程序當中存在導致數據洩漏嘅漏洞。佢哋視呢啲咧係為潛在嘅國家安全危險啊！意大利、日本等一啲地方嘅政府同埋企業已經禁止使用 DeepSeek，而法國嘅監管機構咧都對 DeepSeek 進行咗問訊。講得好聽啲就係話，我了解下你究竟要我咩隱私風險咩？實際上點啊？我諗佢哋自己都心照啦，係嘛？好，首先大家千祈唔好被帶偏咗節奏先。就算冇 DeepSeek 啊，呢一類生成式 AI 嘅濫用風險咧，本身就係成個行業嘅挑戰嚟㗎。就話你哋係咪玩針對玩商標咯？嗱，講到商標咧，我諗美國咁認第二真係冇人認到第一㗎咯。嚟睇下 OpenAI 搞出嚟嘅嘢先啦。全球嘅頂級網絡公司咧，舊年就做過一項測試嘅。發現咧 ChatGPT 真係可以一步一步咁樣教人點樣去生成一啲用於黑客活動嘅步驟喎，仲要詳細到咩咁啊？仲離譜嘅係咧，前一排啊，今年年初左右啦，美國嘅一名男子啊，引爆咗街頭汽車。調查嘅時候發現，原來佢係使用咗 ChatGPT 嚟協助計算嗰個炸彈嘅使用量嘅喎。嗱，就係呢啲類似咁嘅事情啦。唔通 ChatGPT 要負全責嘅咩？你哋估下 OpenAI 當時點樣解釋嘅？佢哋話咧 ChatGPT 使用嘅係已經喺網上就可以公開獲得嘅資訊作為回應嘅，而且咧係有警告過用戶唔好進行非法活動嘅。咁同樣嘅道理啫，乜到咗 DeepSeek 呢度成棚人嚟攻擊嘅？哇！呢個商標玩到啊，奧斯卡都想俾一隻小金人你哋啦，係咪啊？頒個獎先咯。再講啦，美國自己都有法律講明㗎。科技平台對用戶嘅行為係冇直接責任嘅喎，你冇咩都賴晒先得㗎。你比如話出街買把菜刀咁啦，既可以用嚟斬叉燒，同樣可以用嚟斬人嘅喎。按照佢哋嘅邏輯，唔通 Microsoft 要同每一個有使用過 Word 嚟寫恐嚇信嘅人陪葬咩？所以咧，做人唔該講下道理好冇啊？犯罪預防其實係靠執法同埋監管㗎嘛，而唔係無論發生咗乜嘢事，你都賴晒嗰個技術提供方嘅。好，而家再嚟傾一傾咧，數據洩漏同埋隱私嘅問題啊！佢哋話啲數據擺落中國就叫唔安全，就叫危險啊！你不如望下自己先啦。美國社交媒體 Facebook 嘅數據政策簡直就係皇帝嘅新衣啊！咩 GPS 定位啦、面容掃描啊、社交圖譜、Kikola 全部打包一大抽賣俾廣告商㗎。數字指紋技術已經俾佢哋用到出神入化啦！泄露咗8700萬人嘅數據先罰咗50億美元咋？轉頭有咪繼續揾錢 To notify 87 million Facebook users? Senator, when we heard back from Cambridge Analytica that they had told us that they weren't using the data and had deleted it, we considered it a closed case. In retrospect, that was clearly a mistake. We shouldn't have taken their word for it, and we've updated our policies and how we're going to operate the company to make sure that we don't make that mistake again. 仲有啊，美國一邊用雲法案明搶全球數據，另外一邊咧又逼 TikTok 必須要將美國嘅數據存喺本土喎，如果唔係我就封殺你。咁至少咧 DeepSeek 都係符合歐盟嘅 GDPR、美國嘅 CCPA 等數據保護法規同埋金融行業標準嘅。比起某啲公司啊，數據保護已經合規到不得了啦。就咁樣代碼全開完，合規又過到認證，反而要俾扣上國家安全頂帽，係真係好唔抵咯。原來咧喺美國數據安全判罰嘅標準根本唔係喺法律度嘅喎，而係喺咩啊？喺公司嘅註冊地址度啊！只要你咪自己有係嘛，我就話要搞你。咁其實喺呢啲事情上邊啊，商標嘅又點止係美國啊？前邊咪提到法國問詢 DeepSeek 嘅，其實咧法國政府自己都認佢哋用咗 AI 嚟監控遊行民眾㗎。GDPR 即刻變咗張廢紙啫，係咪？歐盟罰 Meta 罰咗12億歐元嘅時候咧，就義正言辭啦。轉個身又唔係同美國簽咗數據共享協議，所以話其實佢哋呢一班友，佢哋嘅數據安全標準就得一條嘅啫啦。我監控你，我叫安全，但係你合規，咁叫威脅嘅喎。仲有咧，日本政府同埋企業咪驚數據泄漏俾中國，所以要禁用 DeepSeek 嘅。咁簡單啦，叫 DeepSeek 喺富士山腳建一個數據中心俾你哋啊！你自己派個自衛隊24粒鐘守住喺門口，好唔好啊？其實講到底，美國係好驚失去呢一個 AI 霸權㗎，因為 DeepSeek 僅用咗1/10嘅成本就做到咗 ChatGPT4 嘅90%功力啊，所以佢哋冇計先至搬出呢個安全大旗嚟搞市場保護啦。認啦，唔該你哋都唔係驚唔安全，明明就係驚唔受控。不
畢竟咧 AI 霸權可能係佢哋目前最後一個可以捉住你條命根嘅領域啦。原來喺佢哋心目中咧 AI 霸權嘅終極密碼根本就唔係創新，而係唔俾人哋去創新喎。呢招真係好卑鄙咯。可惜咧，技術嘅發展並唔係好似某啲國家咁雙標噶，技術嘅發展係唔認國籍噶，所以建議某啲人咧都係慳翻啲力啦，唔好搞咁多小動作咯。好，今日先講到呢度，拜拜。